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個新鴻基大型度假式海岸住宅高柏。香港人買房注意，新鴻基喺馬鞍山啲新盤終於嚟啦！作為新界東最後一塊嘅寶地，依次真係低調奢華，玩到極致。有270度無遮擋海景，客廳落地玻璃直吐海，吐露港八仙嶺，每天都俾海浪聲叫醒。而家睇下個會所幾靚，大型會所15分鐘就去到馬鞍山站，直達尖東。樓下有大型商場 Moses Town， 仲有打高爾夫球、水上活動，應有盡有。全屋德國智能家具系統，會所50米星空泳池加私營廚房，海上派對。而家介紹下個單位，呢個係2房單位。呢個係細房。而家入緊嚟呢個呢，就係主人房啦。你見啲地方幾實用。主人房仲有個工作露台添喎。跟住再睇下個廁所，個廁所係明廁嘅，有窗。啲用料非常之靚。又寬敞又闊落。你睇下咁細個單位都有雙門雪櫃，開放式廚房。真係未見過咁闊落嘅廚房。而家過嚟睇下呢個單位呢，實用453尺2房，非常之實用。